2堂礼拜在1分钟后开始。大家平安，平安，很开心在星期天我们可以一起敬拜赞美神，让我们一起立，我们一起唱歌来赞美。我们一起拍手。全能真神，你掌权，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万民都来遵从你生命，世上万有，世上万有属于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荣耀的名只存到永远。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天地万有都会灭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圣洁全能神，无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我们现在跟前后左右的朋友们一起打招呼，很开心，一起来赞美神。让我们一起再从头来唱。全能真神，你掌权，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万民都来遵从你生命，世上万有，世上万有属于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荣耀的名只存到永远。让我们一起大声来宣告：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天地万有都会灭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圣洁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天地万有都会灭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圣洁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洁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哈利路亚，圣洁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归于你。让我们不停止赞美，让我们继续来唱歌赞美神。主啊，你是叫我们抬起头的神。让我们一起拍手来赞美。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我旌旗，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
主啊，我们要大声的对你来唱，主，你是我们的主，有你在，我们必不致动摇。一起开口。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牧者，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我旌旗，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耶和华，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我们再一次来宣告。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啊，你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帮助，我们感谢你。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这周的牵引，让我们在繁忙之中也感受到你各项恩典的带领。主啊，我们再次安静自己的心，来到你面前。我们渴望更深的来认识你，在更多事上学习你的样式，学习用感恩的心看见每一天你在我们身上的慈爱恩典与美好的计划。主啊，你看见我们生命中的软弱，但你却用满满的爱，使我们在艰苦的人生当中内心得以刚强，且用刚强充满盼望的心面对所遭遇的各项挑战。在各项挑战中深深体会到你充满祝福及恩典的慈爱。主啊，我们渴望与你更靠近，求你亲自来触摸我们。孩子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让我们用祷告的心来唱这首歌。主啊，我们渴望与你更靠近。主，你是我的避难所，你爱将我紧紧地拥抱，使我苏醒。你爱里，我愿成为你的居所。我要爱你，要永远坚定地爱你，亲近你。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
进你心意。主啊，我们要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我们再一次用祷告的心对主耶稣来唱：主，你是我们的避难所。让我们一起开口。主，你是我的避难所，你爱将我紧紧地拥抱，使我苏醒。你爱里，我愿成为你的居所。我要爱你，要永远坚定地爱你，亲近你。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主，我愿意。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走进你心意。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感谢你，我们要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主啊，我们要更多的来认识你。主，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时刻可以认识你，让你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帮助。主啊，我们要更坚定的来爱你。感谢你赐给我们一颗刚强的心。孩子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让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你要新的诫命，抱歉，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请坐。现在要进行奉献，请负责的同工秋雨。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上帝，你是掌权生命的主，我们要称颂你。你是爱我们的主，
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你是怜悯人的主，我们要仰望依靠你。你不抛弃我们，就像大海与山一样，始终站立在这里。当我们软弱，亦或是遇见试探时，成为我们的帮助。当我们有时候心存骄傲的时候，也求你给我们一颗爱别人的心，时时刻刻提醒我们，不说让人跌倒的话，不做伤害别人的事，提醒我们你是如何爱这世上的众人。因为骄傲者必败，让我们时时刻刻谦卑，并保有一颗悔改认罪的心。在家庭荣耀你，在工作上荣耀你，在这世上荣耀你。因为我们是你所造，我们的一生都是为了要荣耀你。孩子这样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在这里，我们献上一点金钱，作为你的圣工之用。我们也要用你教导我们的主祷文这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报告，我讲重点。下主日4月3号，我们举行清明的联合追思礼拜，请参加追思的各遗族到柜台登记。如果之前有给过追思的照片需要更新的话，在今天之前要交给干事，因为要制作影片。然后第3点，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有乌克兰难民的人道救援，为乌克兰进行统筹的募款，奉献账号在这边，然后要注明说是乌克兰，或者上总会查询，线上捐款国外救灾也可以奉献。团契消息自己看，奉献明细的话，如果有错的话，可以跟英姐这边说。以上报告到这边。那今天的圣经记载在旧约哈该书第2章3到5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无有吗？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我们请知梅牧师证道，证道的题目是当刚强做工。麦克风，谢谢。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这个礼拜呢是刚刚凯华有讲到，下个主日是我们的追思哈，清明追思礼拜。那其实从昨天就有人开始陆续就有安排一些扫墓的一些活动。那通常我们在追思的时候，我们一群人，我们会可能跟我们的亲友，或者是就是一群人在追思，会聊聊故人的一些过往这样子。好，那在追思的过程中，好，一群人里面可能会有哪一些人呢？就是曾经跟故人一起携手打拼的，可能是他的配偶，可能是他的同才、同伴这样子。那有一些追思里面的有一些人呢，可能是后生晚辈，他就望着故人的车尾灯，就觉得哇，这个故人真的是不错，他的一生有一些很好的典范，然后呢，让我们可以去学习、去追随这样。当然，还有一些在追思的群体里面，还有一些人是他没有见过故人的，好，就是没有见过，就是他可能还没出生，故人就已经走了嘛，哈。就当我们在追思我们的阿祖的时候，那我们的小孩就，我没有看过阿祖啊，这样子
就是他没有看过他，但是就是从我们在追思的这一些分享里面，或者是从照片，原来阿祖长这个样子，等等之类的，从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对这个故人有一些想象。那至于在过去影像技术还没有出现的时候，那些旧约时代，对于那些旧约时代的人，对于从未谋面过的故人，他们当然只能靠就是他们亲友里面的口述，他们在述说这个他们的叙事能力，还有他们的想象力，来想象这个人，我的长辈，我的阿祖，周公什么的，他们是怎样的一个人？这样。好，今天的经文我们放一下 PPT。今天的经文第2章第3节。第3节这里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所罗门建造一个非常荣美的圣殿，但是随着南国犹大的灭亡，这个圣殿也走入了历史。我们从主日学就听到扫罗大卫所罗门，到了大卫准备了很多东西，奠下了很好的基础。然后所罗门王呢，就是盛极一时这样子，然后建了圣殿。可是随着南国犹大灭亡，圣殿就走入历史。这群上帝的子民被掳之后，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之后，之所以能挺过好几十年流亡的那样子的生活，他们所仰赖的就是所罗门所建造的那个荣美的圣殿。他们回想，他们在被掳之地回忆当初他们怎么在这个所罗门建造这个荣美的圣殿里献祭、敬拜，在这样子的一个过往，深深烙印在这些被掳人的心中。50几年过去，这些还想望耶和华日子的人，当然我们知道被掳的人里面不全然都想望耶和华的日子，不全然都还回忆着所罗门圣殿的那个荣美，但是这些事情是在一些敬虔的人身上。好，那一些还想望耶和华日子敬虔的人，总算盼到了他们可以归回的时候，哇！上帝的应许总算实现了。好，总算实现了，他们总算可以返回故乡。只不过，当他们带着非常美好的期盼，或者是非常美好的回忆，回到故乡的时候，一看，哇，这是怎么一回事？圣殿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因为他们有一些当初被掳是分批被掳的，有时候有的人被掳走的时候，圣殿都还是那个样子，差不多，不会差太多这样。但是如今他们带着这样子的期盼回来，一看到真的是相见还不如怀念啊！好，另外有一群回来的人是青壮年，返乡的青壮年，他们在幼年的时期就随着父母亲被掳到外地去了，或者是他们是一群在外邦之地长大成人的青年。他们对圣殿的印象怎么样呢？就是从家族的长辈的回忆里面，他们去揣测，圣殿是怎么样，这种想象的丰富的想象力这样子。他们也从长辈的回忆述说里面知道说，哇，我的故乡是上帝所应许给，不只是应许给他们的长辈，也应许给他们，甚至他们的后辈的这个外邦，这个迦南地。所以他们愿意千里迢迢的再一次离开他们出生成长的外邦之地，千里迢迢的跟着长辈回到耶路撒冷。但是果然，他们看到的也是，怎么跟想象的差这么多啊？怎么跟想象的差这么多？好，就好像我们常常看到那个泡面，有没有？泡面那个碗那叫什么？碗装的泡面啊。好，它那上面的图不是都很漂亮吗？好，但是实际上他会说这个图只是仅供参考啦。打开来里面哇，什么都没有，也没有卤蛋，也没有菜啊，什么都没有。是好，就是那个广告呢，就是会让我们有非常大对那个食物啊有很丰富的想象力，会觉得很好吃，就澎湃呢。可是，一打开哇，怎么是这个样子？所以呢，这个圣殿对这群青年来讲也是毫无荣耀可言呐，完全没有荣耀。
另外还有一批是当初没有被掳走，还留在耶路撒冷的这些人。这些人亲眼目睹着最后国家落难，在最后这么凄惨的时候，也亲眼目睹圣殿怎么样最后被火焚烧，然后圣殿里面所当初奉献给上帝的一些非常贵重的器皿，全部都被抢夺一空。他们任由圣殿荒废几十年的岁月，他们任由圣殿荒废，地下都是垃圾，然后呢，屋顶天花板都是蜘蛛丝。在他们眼中，圣殿早就失去了荣耀。如今这三组人马汇集在耶路撒冷，不论他们当初从外邦之地回到故乡耶路撒冷的这一群人，对于重建圣殿这件事，他们是怀抱着怎么样的心思来面对？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他们必须要先面对的就是资源重分配的问题。因为有好几万人从外邦之地回到耶路撒冷这个城，马上现有的资源就要重新做分配，就好像现在某些国家为了接收乌克兰的难民，有些国家有一些机构在附近区域的，甚至他教会，当他们在接受乌克兰难民的时候，他们内部的资源一定要做重分配啊，他们的社会福利要投入更多的社会福利，一个饼就是这么大嘛。税收，我们每年的税收，国家的税收都按比例分配的。可是如今，当一大群难民进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做资源重分配。好，那这一群从遥远的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的这一群人，就影响了整个当地原有资源的重分配。于是呢，那些带着盼望回到耶路撒冷的人，他们虽然立志要重建圣殿，但是为了自己生活上的一些基本需要，他们无暇顾及重建圣殿这件事情。只能把重建圣殿的事先暂时放到一边，导致所罗巴伯跟约书亚这两位要率领百姓重建圣殿的领袖感到郁症乏力，无计可施啊。这个约书亚不是继承摩西的那个约书亚，是另外一个约书亚哈。就好像我们知道说福音书里面有很多玛利亚，好，意思是一样，就是蔡奇亚米亚的艺术了哈。好，这个导致呢，所罗巴伯与约书亚这两位率领百姓重建圣殿的领袖，他们就是已经无计可施了，只能任由这些百姓先安顿好自己的生活，再从长计议吧。没想到这一等了18年。等了18年，我想这10-20年来，进入到21世纪，现在已经是2022年了。进入到21世纪，已经有21个年头过去了。这10-20年来，长老教会有许多青年流失，有许多教会的牧师跟长职同工，对于要如何恢复教会的荣景这件事情，也感到相当的郁症乏力。因为进入21世纪，许多教会它没有办法及时的做调整，没有办法好好的及时调整之后适应这个时代的变化，导致许多青年离开教会。这些青年当然也有些青年是由于在学业、工作、感情、婚姻等方面等等的因素，他必须要异动，使原本就已经很吃紧的教会人力更是雪上加霜啊。有很多事情真的是不可抗力，没有办法。就好像我们敬拜团这一年里面，应该说从这半年里半年到1年，就有很多已经算比例不小的团员被迫出走。好，比如说他们都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好像子群、亚明，好不多久以家，好，就是说没有办法，就是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似乎就只能祷告，我们也没办法拿出什么具体的方针，可以马上及时把人力补充进来。毕竟，我们无法扭转这个时代的脉动，也无法取代上帝去决定他人的未来。前2个礼拜，牧师在查经祷告会里面有谈到不可抗力跟便宜行事这2个状态的差别。
我们常常会说不可抗力，就是我想要来，我想要参加，但是真的是碰到了没有办法去处理的一个因素，所以我真的是想来没办法来。那便宜行事是怎样呢？便宜行事就是其实我本来就不太想来啦，刚好碰到一个很小的借口，我就刚好抓住了这个借口，就请假，或者是说服事就做的比较随便这样子。财经祷告会里面的时候有谈到，从不可抗力到便宜行事的中间，其实有很多灰色地带。这个灰色地带充满了谎言跟诱惑。当我们无法把上帝放在首位，当我们一旦无法把上帝放在首位的时候，很多时候在一开始我们真的是不可抗力啦。但是久而久之，同样这个因素，这个不可抗力会不会演变成便宜行事？这个中的盘算只有自己知道。然而鉴察人心的上帝是看得一清二楚。重建圣殿，或许有人会说，那个是旧约时代的事情吧。那是哈该的时代，我们现在也没有所谓的圣殿，好吧？现在充其量我们叫做教会好了。那教会的重建、修缮工程什么的，我们的教会好像也修缮，这几年来也修缮的差不多啦。好，那应该也跟我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了。但是圣殿这个事情，圣殿这个名词，在新约时代，不只是这个建筑物，而是指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为了一群为了荣耀上帝而聚集的基督徒。也就是说，圣殿就个体来讲，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殿，我们每一个个体。那我们汇集在一起，我们这个群体是教会，也是圣殿，是教会也是圣殿。好，所以呢，上帝借由礼拜，借由聚会，将我们聚集起来，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让我们塑造我们个体的这个圣殿，也塑造群体性的圣殿。那我们基督徒聚集的目的，就是要透过这一些过程来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模范，然后落实大使命。基督徒的大使命就是用我们的生命去做见证，然后让领万民来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归入主的名下。不过要建造我们这个圣殿，建造一个随时可以为主做见证的生命，似乎困难重重，会面对许多的挑战。举个例子来讲，如果就是教会大到一个程度通常我们都会请一些全职同工或者是兼职的同工来协助教会事工的推展。最近有一间教会，他准备要更换他的兼职同工，因为起初这位兼职的同工做得还不错，他也口口声声说，那个我很爱上帝啊，很爱主，很爱教会啊，所以呢，我会把教会的事情做得很好，这样子很完善。可是过不多久呢，他就开始怠忽职守，也经过教会内部的人士经过一些提醒，好想要给他一些机会，他非但没有改善，反而越做越随便。在小事上不忠心的人，在大事上也绝对无法忠心。光说不练的人千万不要说自己是基督徒。如果无法尽心尽意尽力完成上帝的托付，说有多爱上帝，真的都是自欺欺人。当上帝不断透过家庭、学校、工作、教会、人际关系等等的这些环境来磨练我们、修剪我们的时候，我们该有的态度应该是什么呢？当我们的生命碰到难题，好像动弹不得，甚至是支离破碎的时候，我们该有的态度是什么？我们是只能摆烂，放在那边就给它摆烂，还是我们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我们翻一下圣经好了，也是哈该书今天的经文第2章第9节。哈该书第2章第9节。如果你从新约马太福音往前翻，会翻得比较快一点。
有人翻到的话，可以报一下页数吗？1052是不是？好。好，哈该书第2章第9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好，请。好，当我们的生命碰到了困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有一个盼望，就是我们这个殿未来的荣耀必能大过先前的荣耀？我们是不是能有这样子的盼望？当初面对整个信仰群体对重建圣殿漠不关心，所罗巴伯跟约书亚只能眼巴巴的看着犹如废墟的圣殿，就好像我们看着一些没有办法为主耶稣做见证的生命，那些生命就是像废墟一样啊。他们的圣殿就像废墟一样。当我们看着这些没有办法为主做见证的生命，就好像所罗巴伯跟约书亚只能眼巴巴的看着这个圣殿如废墟，一过就是这样1年、2年、3年，就这样过去到18年。在这过程当中，当然我们会有一些期待、期盼，就好像我们看的有些生命那样子的生命，好像有的时候还蛮有希望的，蛮有盼望的。但是怎么过不多久又被打回原形，又会觉得很丧志，甚至有的时候会觉得很生气。气什么呢？气自己已经没有任何的方法可以再把他带到主耶稣的面前，好像所有的办法都用尽了，他就是不回来，那我怎么办呢？就是也很气自己。所以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重建圣殿被迫空转18年。这18年其实足够让一个出生婴儿长大成人，怀抱梦想。相对的，这18年也足够让一个满怀壮志的青年失去热情。当我们感到无计可施、力量全无的时候，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也是上帝要告诉所罗巴伯跟约书亚的。还有，不只是对他们，在第4节也说对这地的百姓。如果我们的生命的景况是这么的荒废、荒凉，已经空转了很久，当我们感到力量全失的时候，要记得我们还有上帝啊！耶稣基督以马内利的上帝，他说他要与我们同在。再看到第4节跟第5节的经文，第2章的第4节、第5节，这里说，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弟兄姐妹，第4节有什么重复的字句出现在你的眼前吗？3个字。当刚强，好，你当刚强，你也当刚强，你们都当刚强，都当刚强。上帝要我们刚强，要我们刚强做工，不是怕事情做不完，所以要赶快起来刚强了，你要赶快站起来继续做工，这样子，好像怕事情做不完这样。其实教会的事情从来就没有可以做完的一天呐。怎么说呢？不是说好像牧师长职很喜欢丢工作给你们做，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只要上帝还让我们有一口气活着，只要上帝还让我们有一口气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只是年纪大的人会被上帝接走，我们在座的我们都可能随时会被上帝接走哦，没错吧？好，因为生命都在上帝的手里嘛，好，生命气息都在神的手里。只要上帝还让我们有一口气活在这个世界上，就代表我们是被赋予一个使命的。那么我们就有事要做，问题是什么事？那是上帝给我们的呼召哈。上帝要我们刚强，是要我们持续怀抱着盼望跟梦想，怀抱着我们这个殿未来的荣耀必定会大过先前的荣耀。
这样的盼望不是在于依靠自己能拥有多少的资源，也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单单是依靠耶和华上帝与我们同在的圣灵。上帝应许他会与所罗巴伯及约书亚同在，即使18年过去，即使圣殿依然荒凉，个人也只有单顾自己的事，即使如此，上帝依然与他们同在。如今耶稣基督也应许他会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即使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好像看似停滞不前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每个世代都有自己的难题，特别要在我们感到贫乏、困顿、遭遇挫折的时候，我们更要刚强做工，努力修造圣殿，努力修造我们的圣殿，修剪我们的生命。当我们的圣殿修造好了，我们个人的这个圣殿修造好了，群体圣殿的荣耀，那还有什么话说呢？一定是非常大的一个荣景嘛，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在困顿的时候，更要刚强做工，努力修造圣殿。那么，我们这个殿未来的荣耀必定会大过先前的荣耀，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不论是自己的工作、生活，还是教会，若长期处在一个停滞的状态啊，多多少少会消磨人心。就好像我们看到一个人的生命，如果你陪伴他很久，他都没有什么起色，真的有时候会让我们真的觉得心灰意冷。或者是当我们自己的生命一直处在一个好像提不起劲，也没有任何的，好像上帝好像一直都不在，我怎么呼求祷告，好像我都感觉不到上帝有在帮助我、陪伴我的这样子的状态的时候，真的会消磨人心。特别是在现在这个凡事都讲究效率跟 CP 值的时代。但是牧师邀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大部分都有开车、骑车的经验，就算你没有开车，你也坐过人家的车，哈。一辆车子要加油的时候，首先要做一个动作是什么？对，熄火，有信心一点哈。车子一定要熄火才能加油，对不对？车子一旦熄火了以后，这台车子还能动吗？完全不能动啊！它就是处在一个停滞的状态，当我们无计可施的时候，更要亲近神，更要参加聚会、参加教会的活动。那么，上帝的话语或是在团契当中的各种分享与见证，就会像我们在加油啊，停在路边，停在加油站加油的车子，停在那边，虽然看起来是不动的，但是那个油料会一直源源不绝的灌进我们车的油箱里面。当我们在聆听上帝的话语、参加团契的活动、分享跟聆听见证的时候，我们就会像加满了那个98无铅汽油，因为98无铅汽油现在应该是算是最高级的汽油嘛，对汽机车来说，就会源源不绝的灌进我们的油箱。当然啦，牧师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选择98无铅汽油啦。不要去选那个柴油，那个废气真的还蛮重的这样子。有些人在失意沮丧的时候会忽略圣殿的建造，但是有一些人反而是在意气风发的时候会忽略圣殿的建造。牧师举一个例子，曾经有某一间教会的一位对上帝相当敬虔的长老跟牧师分享，他说他在人生事业到达一个巅峰的时候。在那段时期，他的公司他在台湾有很多工厂。那有一天他在桃园的厂房突然遭窃，就是小偷进去，窃贼进去把他的工厂有些东西器材设备啊这样子，就是就是让他损失很惨重，损失有上百万哦。他说这个事件带给他非常大的冲击。但是他首先反省的是自己信仰状态。其实，在牧师的眼里，这位长老真的是已经很敬虔了啦。我真的是，
表面上看起来，我真的不觉得他有什么需要反省的，就是他真的是一个很敬虔、很爱主、很爱教会的一位长老。但是他还是发生了这件事情，他还是自己先反省自己哪里出错了。从那一刻起，他跟牧师分享，他说从那一刻起，他意识到自己每一个决定真的都要对上帝负责，否则上帝的怒气必定会临到他，甚至他就想到了他的后代。因为我们知道在十诫里面，当我们没有办法把上帝放首位的时候，当我们用其他的人事物来取代上帝的时候，上帝会追讨我们的罪，从父到子到几代？到3、4代。这位长老他非常的担心啊，他对于这一点他非常的担心，所以有一次他就跟牧师分享一个，他说：“牧师，我有一件事情真的是不晓得这样决定对不对，我很怕我这个决定错误的决定，如果说这个决定是错误的，是不合神心意的，我自己被处罚也就算了，可是我真的不愿意看到我所爱的这一些子孙，我的孩子、我的孙子们，因着我这样子的决定而遭受上帝的惩罚。”他敬畏，他非常的敬畏上帝，他谨慎。从那时候开始，他真的对上帝，他不会因为他已经年纪大了，就好像我这一路走来跟上帝这一路走来好像都 OK 嘛，那我就是这样子继续走下去就好了。好，就是比较觉得老年人有的时候，或者是资历经验比较充足的人，我们讲说资深人员，有时候在做决定的时候，可能就是会用反应，用我们当下的一个反应去做决定，而不会，就是有的时候不太比较不会太谨慎这样子，因为资深嘛，资深的主管，好，可是呢，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位长老，他不会因着自己这么的资深，不会因为他跟上帝已经同样走过了许多美好的路程，而变得随便。他非常谨慎、警醒的继续与上帝同行。我们在圣经大家还没有合起来吧？我们看一下第1章第9节，刚才是1052嘛，哈。我们看一下第1章第9节。好，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请大家大声的朗读第1章第9节，请。好，这一节经文，也就是刚才这位长老他的一个反应，他生命的反应。当他有那么一点点忽略了他这个圣殿的建造的时候，任由这个圣殿荒凉的时候，上帝说，在这节经文就说：你要收，你要赚钱，你的事业蓬勃发展，你要收。你想要收了这么多，但是呢，当你忽略了你这个圣殿的建造的时候，我就吹去，我就把你所有收取的通通吹去，通通吹走。弟兄姐妹，不论你们现在的境况是如何，不论你们现在是不是每天仍然战战兢兢的要建造我们这个圣殿，还是说你已经荒废了我们这个圣殿的建造，已经有一些时日了，没有关系。就好像上帝今天透过第4节告诉我们的，不论你的身份是像是所罗巴伯，还是约书亚，还是像这一群已经把上帝的圣殿摆在一旁荒废在那里18年的百姓，今天上帝的话告诉我们，他要与我们同在，不论我们的境况如何，他都一直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当靠主刚强做工。
所罗巴伯与约书亚虽然被迫停工了18年，他们仍然维持着对重建圣殿的期盼。因此，当上帝的话语临到他们，当他们的油箱加满了油的时候，他们就愤而登高一呼，立刻展开重建的工程。如今，上帝的话也同样临到我们，我们当刚强做工，不要怕。我们要趁着上帝还有给我们一口气在的时候，我们要努力的刚强做工，来建造我们这个圣殿，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起立来唱回应诗。主，你是我的避难所，你爱将我紧紧地拥抱，使我苏醒。你爱里，我愿成为你的居所。我要爱你，要永远坚定地爱你，亲亲你，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走进你心意。弟兄姐妹，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一定处处充满了危机，但是每一个危机都是我们重建圣殿的转机。求主帮助我们在出现危机的时候，我们能够继续刚强，靠着主，继续我们这个重建圣殿的工程，因为我们有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依靠。主，你是我的避难所，你爱将我紧紧地拥抱，使我苏醒。你爱里，我愿成为你的居所。我要爱你，要永远坚定地爱你，亲亲你，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走进你心里。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要在这里向你深深的感到觉得抱歉。或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一天一天忙碌的过程当中，我们忽略了我们这个圣殿的建造，以至于我们任由撒旦来欺骗我们，来破坏我们，来摧毁我们这个原本在你里面看为这么荣美的生命。主啊，主啊！但是如今我们真的是要向你献上感谢，主，因为你从来没有抛弃我们，你是与我们立约的主。这个约定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忘记了，但是主，你从来不忘记我们，你从来不忘记你与我们所立的这个约定。
我们是你的孩子。或许孩子因为工作，为了我们的生活而忘记了我们的父母，但是父母从来不会忘记我们的孩子。主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不断的用你的灵提醒我们、浇灌我们、爱我们。因着你的爱，不论我们现在的生命境况如何，我们都可以在你的爱里重新的被建造。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扶持、帮助与感动与你们众人同在，让你们在得时不得时都能重建圣殿，重新回到主耶稣基督里面，看为那荣美的形象，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让我们一起来唱最后一首诗歌，唔免惊。主，求你使用我，哦，主差遣我，是被掳的，是放下眼的看见，找到受压制的自由。大声说，大声说，大步走，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每天走回家，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哦哈利路亚，哦哦哦哦哦哦。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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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声说，大步走，嘿，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我们一起，嘿，免惊，嘿，走回家，嘿，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2堂礼拜